我想要再握一次父亲的手。小时候，父亲的手是我的幻想王国。爸爸，那只鹿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当然是公的啊，它的鹿茸才能长得又大又漂亮。我喜欢它，总是把我举得高高的，让我用不同的角度看见世界。酷哥来，酷哥来。但是有时候，成长的岁月让我弄不清牵绊与羁绊。你看看你跑什么成绩？又回来！让我弄不清承担与负担。他的手是不是我追求自由的羁绊？真正的关爱是与生俱来的，总会在你最脆弱时出现。在最脆弱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那双会适时保护我的手。女儿啊，好久没回家喽，最近好不好啊？你学错了，这是牛不是鹿啦。是男朋友？先别说，把刚的模仿再做一遍。关心是一种很奇妙的事，是负担，也是甜蜜，是一种念念不忘，也是一种随时牵绊。平常是一种负担，辛苦来时，他会帮你承担。老爸永远知道我的心。手里有你的手，我们掌握着幸福的生活，让爱传承，一路守护台湾国产鹿茸。